係一個平常不過嘅比賽日，突然一聲巨響，打破咗場上嘅平靜。場館嘅天花板喺眾目睽睽之下瞬間倒塌，砸中咗比賽緊嘅場地。呢一件聳人聽聞嘅意外，成為唔少球員揮之不去嘅陰影，更加引起大眾對體育場館潛在危險嘅廣泛關注。係咁，到底點解會發生呢一件事件呢？係天災，抑或係人為疏忽呢？就等我哋回到事發嘅當日。Giving speech at the Lao National Television to celebrate Vietnam's National Day in Vientiane capital. 喺2014年嘅9月2號，呢一日係越南嘅國慶節，全國都沉醉喺慶祝嘅氣氛當中。與此同時，喺胡志明市舉行嘅越南羽毛球大獎賽同樣進行得如火如荼。比賽吸引咗170幾名選手參加。當日進行嘅係首輪賽事，現場嘅氣氛既緊張又熱烈。殊不知，一場危險正喺度慢慢逼近。到咗夜晚7點半，當日嘅賽程已經逐漸進入尾聲，場上便只剩低4名選手喺度進行緊賽事。其中喺2號場地，印尼嘅阿靈迪塔同埋台灣選手呂嘉雲嘅比賽喺進行到一半時候，突然聽到頭頂嘅天花板傳嚟奇怪嘅聲音。當時我正係準備發球，見到我嘅對手一直望向頭頂，跟住我都跟住抬頭望，發現天花板跌落一啲粉塵。當時感覺狀況越嚟越唔對勁，緊接住天花板嘅其中一角開始晃動，察覺到有危險嘅選手隨即逃離現場，而比賽嘅裁判長亦都迅速反應，中斷咗比賽並疏散在場嘅所有人員。當時我喺中間嘅1號場地，2號場地嘅選手喺碎片從天花板跌落之後停止咗比賽，令我哋意識到危險可能即將發生。喺疏散僅20幾秒之後，伴隨住一聲巨響，一大塊天花板砸向地面。呢一個生死嘅一瞬間，被在場其中一位球員用手機記錄低。場館頓時沙塵滾滾，整個體育館都籠罩住恐慌嘅氣氛。呢次係我參加過最可怕嘅比賽，簡直係一場災難。觀眾爭先恐後咁逃向室外，而救護車亦都趕抵現場，嚴陣以待。從意外發生之後嘅相可以睇到，大量嘅瓦礫砸咗喺2號場地，甚至波及中間嘅1號場地。身處事故位置嘅裁判甚至嚟唔切從裁判椅爬落嚟逃生，好彩未被碎片擊中。而呢次事故最終亦都冇造成人員傷亡。Ngay sau khi xảy ra sự cố sập trần treo của nhà thi đấu, vụ sập trần nhà thi đấu Phan Đình Phùng 2014 diễn ra vào tối ngày hôm qua thì事件發生之後，立即引起當地媒體嘅關注。事cố hôm qua nó có ảnh hưởng, chắc cũng nhiều khi nó cũng hơi nó ảnh hưởng tới bạn bè quốc tế, cũng hơi mình thấy cái hình ảnh cũng hơi không tốt mấy。大家都喺度問，堂國際級嘅賽事點解會出現咁嚴重嘅事故呢？涉事嘅比賽場館潘霆鋒體育館喺1985年建成，曾經舉辦過羽毛球世界盃、東南亞運動會等嘅大型賽事，係胡志明市最重要嘅體育設施之一。不過由起好到而家，體育館淨係喺2003年進行過局部翻新，天花板更加係多年未更換過。30年過去，成個體育館嘅結構已經處於嚴重嘅老化狀態。翻查當年嘅調查報告，除咗得知建築材料隨住時間而產生變形之外，更加發現天花板存在嚴重嘅雨水滲漏問題。作為熱帶氣候國家，越南嘅年降雨量非常之高。咁啱事故發生嘅9月，正值越南雨季成年嘅最高峰，暴雨嘅侵蝕加速咗材質嘅溶蝕，加上日久失修，最終觸發今次嘅意外。而當我哋講起越南建築，佢嘅質量問題一直為人所詬病。喺2012年，
越南河內贏得咗2018年亞洲運動會嘅主辦權。不過，理事會對當地建設嘅安全等問題進行多次嘅考察同埋評估，結果通通唔達標。最終越南選擇放棄主辦，交由印尼雅加達接手。可以咁講，喺越南當地，建築老舊而且有潛在結構問題嘅現象十分之普遍。所以呢一場事故係咪真係只能夠歸咎於建築老舊呢？唔通真係完全無法避免？其實早喺2008年，當地政府已經意識到體育館存在安全隱患，並計劃喺2012年拆卸重建，但係因為資金、政策改變等嘅多重因素阻礙，導致重建計劃一拖再拖。而當局喺事後亦都承認，正係因為體育館等待緊重建，佢哋對結構安全嘅監管變得鬆懈。據了解，組委會喺賽前曾經進行場地檢查，但係只係象徵式咁測試咗照明、空調系統等嘅運作，對早已老化嘅內部結構視若無睹。喺事故發生之後，潘廷峰體育館隨即封閉，越南大獎賽被迫中斷。經過緊急嘅調整，比賽喺第二日9月3號轉移到3公里之外嘅坦平體育中心繼續進行。雖然延遲咗一日，但係最終都係順利按原定日期完成整個賽事。事件隨住時間而被淡忘，我哋唔清楚邊個應該為事件負全責，亦都無從得知有冇人因此而受罰。但係毫無疑問，呢一場塌陷事故嚴重影響咗越南嘅國際形象。而當初信誓旦旦嘅體育館重建計劃，直到2025年呢一刻仍然未動工，徹底淪為被遺棄嘅地方。多謝收睇今集節目。如果中意呢條視頻嘅話，請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出去。我哋下次再見。